一二三，我就是我，已经爸爸，谁知影心也袂准煞，想你的名，心头会丢丢疼，思念是啥物件？失魂的人，心疼。一站又一站，问心肝，今夜雨声滴滴答答，提醒我对你的情也袂放下。嗨，大家好，欢迎光临岳云爱唱歌音乐教室，我是岳云老师。今天我们要教唱推荐给大家的这首歌是李明阳老师的《问心肝》。哇，这首歌呢，拄则有听我婆婆啊唱两句啊哈，真好听啊，对不哈？流畅好听，介绍给大家。这首歌呢，词曲作者是周伟杰，这是一首G minor4拍子的歌曲，它的速度是72啊。同学问我说，G minor跟 G 大调有什么不一样？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音阶啊。G minor就是这个 G 啊的 A B C D E F G， 就是嗦的这个音，我们要唱哆对不起。嗦的那个音我们要唱拉，那 G 大调呢就是嗦的这个音要唱哆啊，那这个是如果是哆，那它的 C 在哪里啊？假设它是 G 大调哆在这里，那 C 在这里。好，那拉呢？拉呢在1、2拉的家，所以呢，你看我们 G minor是这里要唱拉，那 G 大调呢这里才唱拉，所以谁比较高？G minor比较高啊，G minor比较高啊。来，这样就清楚了哈。所以 G minor跟 G 大调是不一样的。好，来，我们回到谱上面，我们来看，这是一首4拍子的歌曲，就是一分钟有4拍了哈。速度呢72，比我心跳慢，跟我心跳差不多哈。来，停，咪咪瑞咪二，再一次来，停，咪咪瑞咪，这个咪只有1/4拍，咪咪瑞咪2、3，我就是我就是我2、3，哆西瑞咪2、3，哆西瑞咪，已经爸爸，我就是我。已经爸爸，已经前长后短，来这里 C 2条线是不是比哆1条线短？对，所以前面长后面短，这一拍前面长后面短。爸爸呢，Re 跟咪下面都是1条线，一样长 ，Re 半拍，咪也半拍。我就是我，已经爸爸。瑞瑞咪发2，拉瑞咪发咪2、3，来，我们看这个像怎样？这个瑞瑞咪上面还有2个弯弯的线，中间写一个咪，这是什么？这是3连音，这是1拍，可是要唱3个音，所以这3个音呢是平均的。瑞瑞咪发2、3，拉瑞咪发咪2、3。谁知影心也袂准煞，谁知影心也袂准煞，咪咪瑞咪咪拉哆咪发咪瑞，来这边来。咪咪瑞咪也是一样，3连音，你看这里好多3连音哈，咪咪瑞咪咪拉哆咪发咪瑞，想你的名，心头会丢丢疼。再一次来，想你的名，心头会丢丢疼。那是哆瑞咪2、3，
拉西哆瑞咪二三，这是什么呢？苏念念空你口号是什么？闭口音，请要注意啊！这个字念完的时候怎么样？对，上下嘴唇合起来，你的嘴唇是闭着的。苏念，还有这个拉西是后半拍，拉西哆，拉西哆，再一次，拉西哆，好，对，来，我们唱歌词。思念是虾米物件？这个虾米米，我们刚刚说这个地方呢是一拍的三连音，那这里呢脚底下没线，对，脚底下没线也是写个三，也是三连音，那这个是两拍的三连音啊？不相信？我们来数一下，这个一个小节这里有写一个小节有4拍，对不对？对啊，这里呢这个一拍。附点半拍，所以加起来这个念苏念的念是1拍半，它呢半拍，所以这里只有2拍啊。这里呢这里当然2拍，因为4拍嘛，4减2是不是得什么2？所以这个 re do re 这个2拍的三连音啊，我们怎么唱呢？思念是虾米物件？都是啦，这个后半拍又来了，都是啦嗦咪发2 3，来再一次来，都是啦2嗦咪发2 3发咪，这个发呢这个跟这个咪啊，这失魂的人这个咪跟这个心痛的心呢。都只有1/4啊，所以很短呢。所以这个怎么样？前长后短，只是它前面的这个长被前面的这个人拖起啊，被他拉走了哈啊。这边呢也是一样，失魂的心呢只有1/4啊，前面的那个3/4呢，这个拉被前面的这个啊拉走了哈。来，我们从这里都是拉来，是困的人，人有一个转音咪在这里，请务必带进来，不然会怎么样？我们这里有转音，我们在唱歌谱的时候，拉嗦咪发这个转音不用唱，可是唱歌词的时候要把转音带进来。如果你忘了带进来，会变成怎么样失魂的人，我听你唱啊，失魂的人，我就知道失魂的人，是一个人，失魂的人是什么？这个就显然的有缺点了，对不对？有欠点嘛，来，所以呢，这打转音一定爱唱进来哦，一定要唱。都是啦失魂的人2 3发咪瑞西哆咪瑞西哆西啦2 3发咪瑞咪，这个发咪心痛咪瑞西哆西啦2 3，这个发这个咪呢拉着长长的，而且大家有发现吗？只要有弯弯的线连起来的这个音，你看这里也是都比较淡，对不对？这电脑已经头刀嘛，电脑很聪明，这个咪呢不用唱，我们唱歌谱的时候它不用唱，所以它直接就把它淡化雾化了。发咪瑞西哆西啦2 3，有没有？这个咪我没唱再一次来，发咪瑞西哆西啦2 3，我们看歌词，心要闭口来，心痛几站又几站2 3，再一次，心痛几站又几站2 3。拉哆瑞咪瑞哆咪，这2个都是一拍的3连音所以这个拉哆瑞这个咪瑞哆要平均，接下去呢瑞咪瑞也是要平均，一拍平均分配给3个音来。
我们来唱看来，拉哆瑞咪咪瑞哆咪发咪瑞咪瑞。来，这个瑞跟后面的这个瑞，老师这个瑞你没唱，不是啦，同学，你有发现吗？这里有一条线把它弯起来，对，所以这个瑞不用唱啊。拉哆瑞咪咪瑞哆咪发咪瑞咪瑞，问心歌。今夜雨声滴滴答答答答答答，来，再一次来，问心歌，今夜雨声滴滴答答，2、3。西哆瑞瑞哆西瑞嗦瑞发咪咪嗦瑞发咪咪咪嗦瑞发咪咪咪，吼哦嗡哈，放下的放有3个音。西哆瑞瑞哆西瑞嗦瑞发咪咪。咪发咪咪2，对不起，这里唱错了。来，我们再来一次，西哆瑞瑞哆西瑞嗦瑞咪发咪咪2，来，铁青蛙来，铁咪是铁青蛙，对你的情也袂放下，铁西哆瑞铁青蛙，对这种呢，我很容易唱错的地方啊，或者是同学们你们在练习的时候发现，这句我来一点点去，我们就是很简单，我们回头去把歌谱唱一下，西哆瑞瑞哆西瑞嗦瑞咪发咪咪。同学说老师你讲较简单啊，我不要唱破啊，不要紧呐，我的歌谱哈，这个你在看我的影片的时候呢，把这里呢你要直接拉这里可能有点困难，可能会拉到这里猛心瓜，那有什么关系？只要从这里开始唱啊，记得呢这里歌谱再唱一遍，来。我们来一次，来，西哆瑞瑞哆西瑞嗦瑞咪发咪咪2，提起我对你的情，情有转音，对不对？你如果没有转音呢，对你的情。对你的精，给你精一个，把你给你那个用拳头给你一拳啊，给你精一个，不是对你的精，所以这个转音一定要带进来。提醒我对你的情也袂放，咪发咪吼哦嗡吼哦嗡，再一次吼哦嗡哈。也袂放下，好，我们把它连起来。西哆瑞来提醒我对你的情也袂放下。哆瑞咪咪瑞哆咪咪嗦嗦发嗦发发咪发，一起来。哆瑞咪咪瑞哆咪咪嗦发嗦发发咪发，有没有发现我这里呢？有一直咬舌头，一直要唱错来，我们再一次来，不好意思，陪老师再唱一次来。哆瑞咪咪瑞哆咪咪嗦发嗦发发咪发。问心肝，今嘛的你，住伫啥人的心肝？再一次，问心肝，今嘛的你，住伫啥人的心肝？好，来。最后一句修蛋的暂时按下，我们从这个副歌这里来接，啦啦哆瑞咪，问心肝，今夜雨声滴滴答答，提醒我对你的情也袂放下。问心肝，今嘛的你，住伫啥人的心肝？好。接下来最后一句的西西西咪咪瑞西哆西哒啦2、3，西西西咪咪瑞西哆西啦啦2、3，敢有唱我爱你甲你听，敢有唱我爱你甲你听来，我们看歌词，敢有唱。我爱你甲你听你有3个音哦，你听哈，敢有唱我爱你甲你
甲你伊有没有3个音？敢有像我爱你甲你听山在此，敢有像我爱你甲你听山是停。好，接下来呢，间奏7小节之后，我们看到一个反复记号的，这什么终点啊？那它起点在哪里？在最前面这里，停停停。我就是我，又从头开始唱。那第2遍呢，又继续唱的，敢有像我爱你家己，接这里听2、3，问心肝。然后呢，猛心，然后接下来呢，一个蛇拗的符号，我们之前呢都一直在讲蛇拗这个符号，蛇拗的符号一个特性就是你在这个歌曲的后面看到蛇拗这个符号的时候，请回头去找前面的蛇拗在哪里，你加所以你加你看猛心要接什么？歌今夜好声，哎呀，我知啊，都是要接副歌啦，对，所以呢，第1遍。咖喱听2、3、4，间奏7小节，又从头反复又唱到这，敢有像我爱你家己听2、3，问心肝今夜好声滴滴答答，提醒我对你的情也袂放下。问心肝，今摆的你住伫啥人的心肝？敢有像我爱你家己听？第1遍呢要唱这里听，好，然后间奏7小节。第2遍呢要直接敢有像我爱你家己听2、3，然后猛心马上接副歌，又唱到这家己听，然后看到什么 FINE 那就是结束。所以这首歌我们要唱2遍半。来，第1遍我们已经刚才逐字逐句的交唱，听完了对吧？来。我们来反复唱第2遍，然后接上第3遍。好，来，第2遍在哪里？从头1、2，来，我把节奏器打开，我们跟着节奏器呢，按照正确的速度来一起唱。来，1、2、3，我就是我，已经爸爸。谁知影心也袂存线，想你的名，心头会丢疼，思念是啥物件？失魂的人，心痛，一站又一站，问心肝，今夜雨声滴滴答答，提醒我对你的情也袂放下。问心肝，今仔的你住伫啥人的心肝？敢有像我爱你家己听？问心肝，马上接副歌。今夜雨声滴滴答答，提醒我对你的情也袂放下。问心肝，今仔的你住伫啥人的心肝？敢有像我爱你家己听？停，这样这首《问心肝猛心肝》李明耀老师好听的歌曲，就在这个敢有像我爱你家己听的这个音乐的声中呢，就给你介绍完毕你有介意无这首歌呢？岳云老师我真有介意欢迎大家来去 YouTube 频道先下载这首歌来欣赏一下啦安尼咱回头过来练习这首歌的时候就会更有感觉。好，来，今天这首歌给大家介绍到的这边，别忘了喜欢岳云老师的教唱不管是新歌还是旧歌，欢迎到 YouTube 频道订阅、按赞
记得打开小铃铛哦。啊，我们下次再见，拜拜。